好，大家好，又係我次郎啊。咁啊，呢個咧就係 AI 俾心水嘅。咁啊，上次都唔錯啦，咪有4個 win 啦，一個 Q 啦，6個位置 Q。咁啊，AI 俾嘅貼士都還可以嘅。咁我哋不停會再改進嘅。咁啊，要同 AI 溝通都要啲方法嘅。咁啊，係啦，希望大家支持我哋，訂閱我哋頻道先啦。咁先至知道我哋出片嘅。咁啊，係啦，事不宜遲。咁啊，化學局呢個星期三化學局啦，第一場就會入到即係 AI 介紹入位置嘅馬就係8號嘅謙謙君子38%，第二隻係5號嘅納德駕駛36%，第三隻係4號嘅魅力星35%，第四隻係2號嘅銀翅勇士34%。咁第二場啦，第一隻介紹係2號嘅三軍勇將30%，第二隻係4號嘅心裏有數24%，第三隻係6號嘅加州本事23%，第四隻係12號嘅節節有福22%。第三場呢，第一隻係1號嘅建測群英28%，第二隻呢就係2號嘅奮鬥心25%，第三隻呢就係12號嘅美麗歡聲22%，第四隻呢就係3號嘅掌聲20%。到第四場啊，有隻介紹係1號嘅我做到40%，第二隻呢就係4號嘅升價38%，第三隻呢就係5號嘅黑桃火箭37%，第四隻係6號嘅暴風之子35%。第五場啊，第一隻介紹就係4號嘅可靠大師40%，第二隻呢就係2號嘅有紅利38%，第三隻係3號嘅新力37%，第四隻係1號嘅長勝金剛36%。第六場啊，第一隻介紹係6號嘅星火燎原36%，第二隻呢就係5號嘅長勝力區35%，第三隻呢就係3號嘅自合拍34%，第四隻呢就係8號嘅納德金33%。到第七場啊，第一隻介紹係2號嘅年少多好37%，第二隻就係1號嘅白進巨星36%，第三隻呢就係9號嘅添開心35%，第四隻呢就係8號嘅燭光晚餐33%。到第八場啊，第一隻介紹就係1號嘅加州動員28%，第二隻就係7號嘅遙遙領先25%，第三隻就係6號太陽勇士22%，第四隻係2號嘅遨遊武士20%。好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啊，多多支持。如果唔係，我哋就冇動力再做噶啦。咁就希望幫到大家，記得啦，開心賽馬小賭怡情啊，記得留意下一段片啦，多謝晒。